加班，继续走呢可能是大部分那边的电话我们不了解我们就是说要同步的部分就是跟区公所的那个农民队，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自主，他是原住民要去发展这样子。我上次有提过我们那个，可能也会上去看看，然后才可以去推广每一个地方角落的原住民。有的像那个什么，像现在我们没有不分区，以前那个不分区是把水灌那个不分区，不分区头目也当然也没有办设计，就这样也是你那个钱，我们有社区的要我买这个，这不分区的你要去照顾那些有没有？那时候我们就提出来了，不分区不要，那个不分区不要的。你那种很说明他是太阳族的，有的族群的就加进去，所以我们还没有时候不会去珍惜这个。会所以那个是总头目蛮重要的啦。你看看像我们发的那个现在14个嘛，然后6个是那个什么3元嘛，那个3元就20个，你看，这多数是跟以前是。我们是那个不分区的是多3个，最说的是可能是他们的预算部分，就这样分配。主要就是目前头目都是办事，但是没有做事，多了没有用。对，就是那么多头目做社区。葫芦那么大一个头目，就是我上次听到评鉴的，看你们那个已经写出来了，他们的社区12个他们是调来调去，我看他们怎么去找人的，我那天听到他们说很厉害的，我看他们都选好了，他们说那边都选好了。我现在再放一个话题，如果说现在的社区的。如果说用年龄阶级执行的话，可能吗？有没有可能把比如说，可能我们不一定是跟，比如说老年的、青年的，然后是海外这样，这是存在了。所以你的年龄到几？国中。国中的老师都说你要去推广，你一定要说以后开始来说，你没有参加那个什么年龄层的，就你要不要去参加那个什么那个不是什么考试有没有认证？这个他们就会去参加的时候就有希望。你今天你没有国中开始就有一个习惯，有没有？他们去这边我们是国中可以开始有一个认证，一定要加进去这个地方。如果你没有这个，你就没有办法通过嘛。他们一定要去参加，有没有那个？我们头目就会去签，他们有参加有没有？有没有参加社区的活动？乐意就抢了。对，没有错。有没有？他们就习惯的时候，是不是会断层吗？不会断层。每次在，那是不是都是很在意？不管有没有，他也就会去参加，因为我们要去签名的，对不对？你才可以参加认证，对不对？每一次的时候，他就有去，那我有观摩到自己的没有？年轻的没有啊，没有空啊。如果说从那个学生看去培育的时候，也可以做看看的。我不知道是怎么做的，我把这个议题跟你建议这样的，只有这样的部分，你说你看你对我很高兴，我跟你讲，可是这个谁要去推动？问题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随便登记就有高中部，他不一定要去参加认证啊。我是举例，刚开始用哪一种的方式？对啦，就是这个问题啊。现在我想到一个方法，就是说，结论大过我们的那个，建立这个都会区的头目的那种条例啊，还是怎么来弄起来？你的权利是什么？谁
权利义务给他写清楚。然后你当了社区的那个干部或者他业主干的，应该要怎么？如果说我们把这些都设计好了以后，好，会不会在部落里边会呈现那种所谓的那个威严呢？我们部落的那种合作的精神会不会呈现？我担当是我们那个会怎么做？对，你不能要那边当头目啊，如果没有是人的话，给那个权利是有没有？权利如果没有权利的话，你就不可以。头目那头目可以，对，头目是做什么？是啊，我就问你们了。没有章程，对，对，那个有章程的头目给，对，那个，权利那个这样，所以我们就在我们在讨论当中我们就会找到说，你们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就会加注在里面。可能我们要考虑到，对吧？有头目的，他在这区里边应该要做到的基本能力啦。假设我今天我有一笔钱，然后我要在那个巴德那个集会所那边，我要训练把路那，包括点火都不会。现在的学生一天到晚都在那边滑。你可以啊，连煮饭都。我们蛮赞成这个。对，等下，我的意思是说，问题你该社区的头目，你要当老师啊，不是我去教呢，是你社区的头目你来教。我可以帮你申请计划，我帮你弄嘛，对不对？你要如何去教那把赶快去点火去劈柴去干什么干？最基本的能力都没有嘛，现在的小朋友，所以一天到晚都在滑手机。如果说有可能的话，我们把这个有经费，好，我们申请计划，你们会做吗？社区头目会执行这个工作吗？如果有钱，当然会啊。对啊 ，OK 啊，我们就利用寒暑假。对啊，有钱，你决定是可以啊。这种你看我们目前的，你看我们跟那个上次四大会的有没有？欢迎四大会跳舞，一天才多少？5天多少？1000块，可以找到人哦，是不是？训练会。对啊，是不是？你讲那个，我们用这种方式是吧？你看你这些年轻跑到另外，我们是多久的时间去研习嘛？对不对？这个时候也是很好，持续下去的时候也是一个方法了。其实我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当爸爸妈妈怎么教小孩子，就这样子教那爸爸的问嘛，把他3篇问，我不要他很会考试，他很会就看到前辈老师爸爸妈妈还是什么，那基本的就好了。然后最起码的要煮饭怎么？不是你这个议题就非常棒。如果说暑期的时候就是你那个经费跟多少？如果是人民主要干什么？那你还不管？不用，我只要说你把它好，在这个我们如果说我们发的区，好，全部各头目，你去推派先开始嘛，你去推派几个这样去参加报名，有没有？有这个就像我们像四大会那种，在那个什么那个龙文课就开始我们现在社区一定要找到12个嘛，我们现在目前14个嘛，因为你要乘以差不多有100，差不多170个170嘛，160。对家属的。对，我们是家属来算的，一样嘛，2个别人这头目都可以做到啊。如果说现在我跟你讲，你用这种方式去推动我们的年轻人，你看，看去登记，然后你要看什么时候做研习这种部分，喊头目去参与，那就可能就会。对。利用什么晚上还是怎样？天有既然是寒暑假，就我不要让头目还要上班。对啊，所以那个就要想办法，有的时候不一定只有你头目，社区轮流嘛，那个头目，我们的课程给他排出来。对，给他排。
基本的，我们不要说啊，又那个认识字了。实际上，他们我们要这写字他很头痛的。哎，他要做，你知道吗？他不这些，我们要那种把它当绕，我要把它变他们成。打不过那个叫。不是，我们的目的是想要把它变成人了，变成阿美族人了，让他知道我们的文化，因为文化在头目啊，对不对？我们不要说他很会考试什么，那个是我们可以转化，对吧？课程我们可以转。问题是说我们这一段的时间，要如何让它成为一个很像阿美族的人。哎呀，现在已经不像阿美族了，连讲也不会讲了，那个脾气也不像阿美族，还发给，没礼貌。或是什么都没有了嘛。没有了。那我们从这个时候就要用到了，你就是可以当社区的教授啊，对不对？对啊，可以领那个。对啊，有，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可以帮你申请，你要几天的课程，你排给我们，根据那个计划我们帮你写，申请那个窗口应该都有。应该都有。那个我们对这个高福开申请什么？我们申请那个驾照讲一下。好，驾照。好。